在地人在地前来到台中的外埔，最近是出现一窟的布地莲的小秘境。这个美丽桥仔式的花海，吸引真侪民众来翕相打卡。看过去，一大片桥仔式花蕊是开得真水，就亲像花仙子徛踮伫咧青扁扁的田内底翕相。我们就找今天一起过来这边拍一拍这样子。这大片桥仔式花海其实是布地莲所开的花，过去大部分拢伫咧南部出现，即马伫咧台中外埔中心路附近，嘛出现布地莲的小秘境。布地莲佫叫做水蚵仔，桥仔式花蕊中心带有黄色的条纹，看起来高贵佫优雅。这样子看应该是还没全开啊。如果全开的话，你看到那个紫色的话会更多。虽然布地莲有生态杀手之称，不过桥仔式花实在是开了有够水。布地莲开花时间无长，想要来这看花海的人都要把握时间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